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过来研究庙宇的年代。台湾一句俗语话讲：田头田尾土地公。啊，土地公庙啊，遮普遍。土地公庙的庙门刻什么款的对诗？顶句接下句，连对的内容你甲听看觅。头一对讲：福而有德，千家书。正直为神，万户春。过去的诗人、学问家、文人，实在学问真饱。福德正神这4字，入落去这14字，顶对接下对，竟然安尼入甲意思真好。顶句讲福利有德，有影神就是有迄个德，才会当享受百姓香烟敬拜。啊，尤其土地公，过去民间咧流传，拢是迄个财生做好的。为了先办，目睭刻落去了后做神，才派去各地方。国情头拄我咧讲，享受人的香烟，做地方的福神。所以做人爱正，才会当互尊神称呼做神，正直为神。啊，咱知影，过去咱遮的先民，咱遮的时代，到若来到这个所在，开垦落去，草料啊搭落，砖头安尼慢慢结起。土地公庙啊，就设落啊。有当阵咱捡一粒石头嘛，当做土地公咧拜。所以人口愈密集的所在，土地公庙啊愈普遍。第二对的连对，咱来甲听。顶句讲做庇护可方，福神威以保万姓。下句讲自罗上望，借福德以惠地方。头拄啊，国情伫咧讲，一户接一户，庇护这2字意思就是对遮来。啊，自罗嘛共款，草料啊搭落，哦，你来遮开垦了，发展了袂歹。当然，亲像50就对你来，这砖头结起来啊，开始就要有神明来保庇地方的安宁。讲来到遮，咱来探讨一个知识：全台湾的行政区，轻巧的统计起来，正就是桃园市的桃园区，土地公庙啊上密集。敢若桃园区内底啦，拢总有300几间的土地公庙啊。啊，在地因为客家话影响，原来有人讲做八公啊。桃园市就是过去吼管辖市的桃园市，即摆讲做桃园区，是土地公庙啊上界密集的所在。啊，这个连队表明讲土地公是地方的福神，保庇地方的安宁，功劳真大。